大家好，我係馮思如，今日我要介紹藍屋。藍屋係位於灣仔石水渠街。其實藍屋呢係一個建築群組嚟嘅，係由藍屋、黃屋同埋橙屋組成，分別喺1922年、1926年同埋1957年落成。喺2000年，藍屋被評為1級歷史建築，而且黃屋就被評為3級歷史建築。冷知識：點解藍屋係藍色呢？1997年香港回歸，政府保育大樓嘅時候，用水務署用剩嘅藍色油漆。點解唔係全棟大廈都係藍色？因為當時74A 仲係私人擁有。點解唔係全個建築群都係藍色？因為藍色油唔夠。當時政府物料應用署有咩就用咩。建築特色：藍屋。藍屋4層高，承重力牆以磚砌成，樓板係以木做，每層有寬闊嘅露台以懸臂支撐，以木樓梯連接兩伙，樓梯係45度㗎。窗戶為圓拱形設計。建築特色：黃屋。由兩組左右對稱嘅屋宇組成，混合中西式設計風格。西式風格，正面牆有幾何圖案，側面有三角微裝飾。中式設計，屋頂有雙筒雙瓦屋頂，木製趟籠門店，海棠花彩色玻璃。橙屋比較年輕，雖然冇被評級，但係我哋都可以見到昔日水磨石建築嘅手工藝術。藍屋建築群演變，呢度就係我哋平時會去藍屋嘅打卡位。我哋會見到華佗醫院嘅石牌坊，又見到寺廟嘅屋頂，同埋鐵打醫館嘅招牌。點解呢？其實藍屋原址為華佗醫院，於1867年成立，為基層提供醫療服務。隨住東華醫院喺1872年成立，華佗醫院嘅需求下降，後來結束營運，改為用作寺廟供奉神醫華佗。1920年代，華佗廟拆卸改建為4層高、上居下鋪的住宅建築，舊有石造匾額及對聯一對福鼠被保留，並重置在建築物外牆。廟宇被重置於72號地鋪，去到1950年代停運。隨後，林祖於寺廟現址開設健身院，教授少林洪拳及主治骨科。到1960年代，兒子林振顯醫師接手，再由妻子陸師傅營運至今。因此在外牆上，我們可以看到華佗醫院牌匾、華佗的福鼠，還有林振顯的醫師的招牌。除咗華佗廟同埋之後嘅健身院，唔同店鋪都曾經喺藍屋出現，例如
一中書院、鏡咸義學、廣和號、聯興酒莊同埋鮮魚行商會，以滿足當時居民嘅生活所需。2006年，政府推行社區保育計劃，原先計劃將藍屋及黃屋活化成為中藥及茶葉為主題的旅遊景點。隨着居民對保育嘅關注同埋參與保育規劃，政府於2008年宣布藍屋保育可以屋也留人，原租戶可以留在原單位繼續居住。聖雅各福群會以延續社區人情、重塑唐樓多元化生活文化為保育方案主要方向，向政府申請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，於2010年獲得批准。現時建築群活化為 V.Y. 藍屋，在修復的過程中，為藍屋及黃屋加建了連接橋及電梯，方便居民出入。又整理空地，改建為多用途空間。現時推行了好鄰居計劃，除了原居民的8戶，把餘下的12伙單位租給熱愛社區生活的街坊。另外，聖雅各在黃屋地鋪開辦了時地分合作社，義工以義工時數賺取時分券，於合作社換取所需的二手物資。又開辦了 Green Ladies Green Little 二手服裝店，推行環保。除此之外，聖雅各於72A 開辦了香港故事館，展示藍屋式嘅雜貨店、酒鋪的物品，例如木凳、洗衣板、痰罐。又在藍屋74號3樓開設了一個購物展示空間，定期舉行藍屋導賞團，讓市民參觀昔日的板間房、格仔、床位，了解草根階層狹窄的生活空間。於2017年，藍屋建築群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卓越獎。經過呢個專題研習，我對藍屋多咗認識，對以前香港草根階層嘅生活情況有更多嘅了解。呢個就係我嘅分享啦〜